长这个样子哦，这个是一种树新生出的根，要向有阳光的方向长哦，还会延长到接触地面深入插入土壤中的，那叫铁棕榈树，传说中的行走树。因为每年向有阳光的方向长出新的根，会有这种样子，就是新生出的根，还会向下生长，插入土壤中。真的很神奇耶！这是铁棕榈树，在南美洲发现的，号称叫做会行走的树，行走树，是因为长出新的根，老旧的根快死掉，树干还在原来的位置，这树根向左右边向有阳光的方向增多，被以为说是会行走，有的时候会移动20公尺，每天2到3公分，生命力很旺盛。身上带满器官还会行走的神秘植物——铁棕榈树啊！这种树叫做铁棕榈树。你看那个样子啊，像不像？你看，刚长出新的根，你看那个样子，就像男人的性器官，还真神奇啊！可以在那个频道的社群
分享，移关到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可以分享，欢迎订阅。影片版权开放，欢迎订阅功德同享，这样就分享在社群里面了。